杨碧川初中的时阵，对社会学、历史学真有兴趣。伊读苏达林精端等等的册。当时读成功高中的伊，常常批评教育体制真乱。有一天，伊的国文老师一个外省人，叫伊赶紧走，若无会互抓。20岁迄年，伊伫个台中图书馆看册，熊熊几个人冲入来，不甲铐起来，直接掠走。1979年，防止抗颠覆国家，受警备总部逮捕。后来伫绿岛封关6年8个月。出狱了后，伊也是定定封关册。警察2礼拜就问一摆，因为思想活跳，煞互伊持续受到警总20多年的监控。政治单位为着方便监控，甚至伫因兜隔壁买厝，为伊买啥物册，到厝内面的室内格局，全部大大细细互掌控。伊的老爸伫过身之前问伊讲，若是搁重来一届，你会安怎做？伊讲伊也是会继续对抗威权政府，毋过即摆袂互抓。一生对抗党国威权的杨碧川，拒绝领白色恐怖受难者几啊百万块的补偿金，这是伊拒绝甲加害者和解的控诉。咱今日真欢喜，请到杨碧川前辈来到咱的现场，甲咱做分享嘛是互咱有一寡对于这个台湾民主的贡献有一寡理解吼。咱拢知影吼，因为川爸自细汉嘛看足多册吼。我看资料内底有写讲，川爸就爱看社会学，我家己是读社会学的吼，就感觉讲特别。欢喜吼，特别影响吼，搁有爱读历史吼，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对整个的国家社会，你有甲迄当阵的一般的少年人吼，有较无共款的理解甲想法吼，所以我想要先请教吼川爸因为即马国家开始有做一寡对这个政治受难者的补偿。是安怎？你拒绝要摕这个补偿金？这真简单，因为是国民党压你下去，我袂使叫台湾人民赔我钱大概纳税金的钱赔我要创啥？所以我就拒绝领这条另外一个就是拒绝甲国民党和解。我毋是讲领过钱的人就和解，我个人认为讲。我若领这条钱吼，对不起历史。所以我感觉你有一种就热血的这个灵魂吼，带伫你的身躯内底吼。所以你敢会当讲看嘛？因为拄有讲过吼，你真爱看册，吼，你拢看什么款的册？我拄则为这个要来遮先为高岭街行过啊，感慨万千。因为我是伫个高岭街。去看到几个杂志哈，尤其迄个《自由中国》甲《文星》杂志哈。迄阵我头读高中甲初中甲高中的，就是嘛无讲了解真侪，但是有就会去反省讲，到底因是咧讲啥？尤其我去看真侪迄个国民党当时出的真侪咧所谓反共的吼，咧批判什么斯大林啊、列宁这吼。我是讲，那用因讲来讲，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真就是从我差不多初中的时候，对一个全世界上大的失败者叫做托洛斯基产生足大的趣味。慢慢哦，敢若叫感受到迄种气氛哦，人才愈来愈有迄种性格。
当然我看来讲，这敢咱的国家，这毋是咱的国家嘛？虽然迄阵也无讲足清楚，但是我讲啊，那日本人离开了，啊，佫换一个国民党来统治，啊，佫愈来愈歹。但是我讲上严重是教育，因敢若用洗脑的教育吼，规工咧三民主义什么有诶无诶吼，啊什么总统讲功吼，这根本就毋是一个现代人应该接受诶物件嘛。所以就会去慢慢的思考讲，有一讲想讲较变啊，就要推翻它啊？为什么？唔知，无恁想的还伟大啊！所以迄个时阵差不多是几岁的时阵16、17岁。16、17岁，就是当少年的时阵，啊嘛是当对这个世界充满着理想。慢慢讲充满理想，你讲充满怀疑。充满怀疑，一个人生的时代安尼。还佫找无答案。找无答案，在找答案的过程当中，啊嘛看真侪册，透过看书来去找这个世界的一寡答案安尼。啊，但是了后，你就组织一个要计划来推翻你的中华民国的一个组织，嘿，敢会当介绍？这是一种足好笑的想法。即摆想讲迄足好笑，敢若讲足简单的代志，啊。啊！恁中国国民党就一个啥物，就我做台湾万清，啊，咱来问咱，我来无做即款代志，所以到尾啊，迄个政治单位拢叫我小国父。杨惠川是基本上是。伫读册的时代，啊，伊的思想思考都一直真开放，啊嘛，看到一寡无公平的代志，伊就批评嘛，啊，伊就我就是要引导国民党啊，伊这一点仔伊就无客气咧讲啊，啊，人就是要掠伊的罪名，啊，这就是讲啊，需要你来承认。到尾啊，就是爱写出来讲，啊，你的组织就是啥物组织，啊，你的组织就是啥物名。啊，迄个时阵，你就互用即个中国政府的即个理由，吼，来甲你掠对无？吼，所以调查局迄个时阵有甲你讲啥物？因为伊伫迄个，我是1970年掠，伊讲1969年，因就开迄个中华民国迄个国民党十全大会，啊，收了几百张迄个恐吓黑函，还讲我写的，啊，我一看就，迄是我讲的无毋对，但是无，我哪有可能家己用写？啊，因佫叫一个啥物，鉴定笔迹的专家吼，讲哦，这批甲这批，你就是用这批，所以结论我去安尼，关第3天才。恍然大悟，讲原来因是叫我去承担这条罪啊！所以伊这3天，伊安怎甲你问代志？迄3天咧问，伊主要就是送来台北的，即摆即个金华女中后壁拆开电机的迄看守所，啊，开始伫遐甲你疲劳轰炸。结论就是一直叫你一直写，一直。自白一直写到尾就是你照伊讲的自白就对了。会方会来用杨碧川家己的讲法是讲，啊，伊就疲劳征信的情形下，啊，伫遐伊就编出来，敢若看武侠安尼啊编一个名，啊，因基本上本来就并无组织啦，啊，但是。掠伊的人是需要讲，啊，你绝对有一个台独团体、台独的组织，啊，你个组织或者什么名，啊，伊一定爱安尼，才会当按你的罪名，啊，就欲加之罪。你要照伊讲的意思就掠会着啊嘛，掠着伊诱导式的吼，叫你承认嘛。
还有简单啊，所以心情就愈来愈轻松啊，心情越来越轻松。袂紧张啊。所以我嘛足够写文章的嘛，所以简单来。互你一寡关键字，你就通好家己编一篇安尼。我编一篇以满意为主，可以当做范本。阿伯你好，好，准备好李老师你好。准备好。啊，阮即马是等倒位？这吼就是我1970年吼，调查局掠来的所在，啊，迄是迄个看守所，台北看守所内底，伊有一个调查局吼，有一区，就是调查讲局有一区。有一区专门关阮这个他抓到的人。对。啊，包括侦讯拢伫遐，侦讯嘛伫遮。但是到底为虾米一开始要掠你？啊，即摆就是讲一开始就是咧用迄个那个100多封的恐吓的黑函，要掠我讲这样代志。后尾也讲这个好像不够大，啊，佮补一条较大条就变做。所以爱有组织，爱有人。爱有组织，爱有人。但是迄个批是为倒位来的？唔知。唔知，应该讲是前一年的1969年，那个国民党开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啊，收了这寡恐怖的黑函，啊，所以讲赶快走，赶快，你们不走，我们把天涯追杀了啥的，拢是建军赶快滚开台湾了嘛。所以其实是别人写的。别人写，当然是别人写，哪有可能？哪有可能是我写？啊，是安怎掠着你？对啊，为虾米掠着你？跟恁同事。可能伊讲我有在蠢蠢欲动，啊，我也回想应该是讲，我为高一阵读成功夜间部时就开始被监视，所以互人注意啊，互人注意，一路上就是应该等我多满20岁啊。变成成年犯，不是少年犯，才掠嘛。一个很荒谬的是讲，无中生有啊，但是你去就是，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啊！你讲啥拢无效啊！听讲后来你去景美，嘛有去景美的看守所啊。我要知影讲，伊遐就是，为伊要甲掠吼，掠着迄天开始算吼，啊到这个起诉4个月以来宣判啊，被倒位宣判，就是景美看守所迄个，尾啊，军法处甲迄个军法学校拢伫遐。就问我一句讲，杨秘书长，看你这么凶悍哈，如果台湾被你打下来，你如何向毛泽东交代？我也很聪明的哦，那老子打了天下还跟人家平分。那个法官就跳来讲，他不是指责我，他指着旁边那4个法官说，台独分子，这变成引起台独分子，说这样我就变成台独分子。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想我什么都不是，你就说我是恐吓政府要员就算那一条最好了，那跟这个台独有什么关系？说实在，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台独啊。去东尊啊。去准所以我就。从此我就知道，我就回来问那黄华说，对，什么叫台独啊？来讲，台湾独立讲，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去当阵你甲黄华关到顶，所以呢，伊就跟你假扮成人教你英语啦。但是为什么后来你去互人转去调度？我唔是干我一个是，我规伙人，所有判10年以上的，迄个拢刑期超过10年的吼，就拢送回来倒。所以迄当阵你的刑期超过10年。我是
12年、12年，按个合并变10年8个月，也是10年以上。所以，阮这批人就规个啊，我伫外间就讲，突然要被关送进去。坐飞机哦？唔是，阮坐船是，阮坐船嘛，刚刚个2个到一个，个五花大绑，唔是干那手铐尔，个五花大绑，然后前呼后拥2个宪兵哦，礼拜吼，一个点名，比如说然后点着丁永生迄个上老的，阮2个就，伊就一个较老，一个较少年，甲你讲，互你袂走，个外面有五花大绑，然后就用迄个卡车哦送去家人就上船啊。去入到了后，入了后就是头嘛是10个人关一间房间，啊，足闹热的。迄阵啊，我前几工就是食迄个面疙瘩吼，一块迄个面团啊，食落去，过2、3工，哇，盲肠发炎，就怎么办呢？就送去隔壁迄阵啊，拢迄个兄弟管训的所在吼。其实是上早的迄个医务所。就开刀，迄个这个麻醉做落去无效，只好劳烦4个彪形大汉甲我抓起来，上脚上手咬，手脚抓起来哈，不要让我痛嘛。哎呦！然后迄个医官就，我就看伊安尼，当场器官活摘，我就看到迄阵是乌色的，茫黑色的，来就3字经就出，无做都无效嘛。为啥物无效？我知，体质，我体质无效。迄个医官也足少年，伊就甲我讲者，你免甲你叫，你搁甲我吵，我足疼。倒一礼拜拢袂停通。但是迄当时你嘛有肺结核吗？对啊，肺结核是伫这个前面就发现了。就有啊。所以嘛是甲我隔离起来。最后真短的时间啦，因为过来就上来绿岛，上来绿岛我就除了有这个肺结核以外，我搁搞过不合作，所谓不合作是不打小报告，伊就是好，给你好看，就甲我关起来。其实我想讲，我家己关迄3年啊，真正救着我，因为肺结核才好去。但是家己关一间都拢是无人会当讲话。嘛袂当看书啊，袂当写字，啥拢无。运动呢？运动就一天15分钟久。去外口。就伫迄个小小一个天井的，迄个小从到安尼这边到这边安尼。嘛是家己一个。家己一个。袂足无聊的，袂落学白相。我白相就先拍电影，整天想拍电影。这样。想要拍啥物电影？想要拍一片台湾国民党的电影。因为无通读密，书拢无，啥物拢无。哇！要自我对话，所以这个我就变做，迄阵就我都进入迄个思考的程度，就是讲，以前是看家就算了，怎我就甲我所读过的物件吼，全部佮甲定上一摆，慢慢的抓到一些原来人咧讲啥，那真好，所以培养你日后做讲师，做思考。但是你家己关一间的时阵，拢无当讲话。对啊。但是后来是安怎？后来甲大家关斗阵的时阵，就会当讲话啊。我就利用迄个
每工15分钟久的时间吼，去问这个我即摆有这个问题吼，我要问明城，明仔就要问你，所以我逐工家己时间控管得很好的，要一项问这问题，人拢会甲足热心的甲我讲哦，这个是安尼，这个是安尼不过我认为我伫绿岛上大的收获就是学的马克思的辩证法，跟逻辑无共款的想法。但是内底无册通啊读是安怎口述？口述就是你15分钟讲。15分钟就会当学真侪物件。超这种。所以大家拢教我另外就是语言啦，就世界各种语言我差不多拢读过。是啥物人甲你？足侪人啊！足侪人啊！有看较久的人足侪啊，老前辈。有啊，比如讲迄个江启臣，因阿伯啊，因迄辈叫做江汉金，江汉金，这是老师啦。老师，迄个方圆的，迄个小学老师，迄嘛是司马文儒的阿伯啊。阿伯，伊是迄个谢雪红的那个案件掠去的，还有其他的人嘛有国民党的大官甲关斗阵。伊算左派内面的迄个，算较厉害的迄个。所以会当学到足侪物件。亲像大学共款，比大学较好啊。所以我就是讲，迄个想到我高中的时阵读的迄个书内底有一本咧讲西伯利亚的囚犯的故事。我讲对啊，我就敢若我即摆敢若去西伯利亚迄个囚犯去甲列宁因迄个人斗阵咧学习。川北拄仔所讲到的，就是你甲即个中的即个先辈斗阵咧讲 Marx， 也是咧讲即个左派理论、方法论的这段时间。你讲重新倒来社会了后，才颠倒是感觉无自由，是比起伫个即个感觉内底，其实是较痛苦的。这种痛苦，敢是因为警察？叫三顿来厝内底甲你请安，还是讲是因为啥物原因？因为阮是叫做减刑减刑，毋是特赦，所以阮无恢复所有的公权。所以警察大人爱负责随时甲监视。后壁佫有情治单位继续监视。这款代志就是讲，因经常伫台啦，佫有其他几个学校，然后去演讲、去讲课，迄内面特别是，不管是讲台湾史、台湾独立，也是即个迄种拢讲一寡东外的思想。这款代志特别就是讲，1983年，因想拢想袂到。有台大社团的学生，是包括医学院的学生走去迄个金华街彭梦记的官邸外口，甲喷红色的油漆，228盐上，228刽子手，血债血还，一直拢无法度破，拢毋知影是啥。迄段时间，这个政治单位甲迄个警察。做伤脑筋的，伊拢想无，到尾也是知讲，原来就是有这款人伫演讲，互这学生知影，所以，你讲杨碧川这款人，不断的要接触年轻学生，所以就是
政治单位就是讲，啊，即款拢危险分子，爱甲因了啊，爱甲因监视啊，所以伊才会遐尼迄落啊，过来，啊，迄落，你像杨匕选迄过伫，在景美、景美迄时，电啊嘛有，哦，政大学生还是啥物即迄落野火旗的遐学生，啊有诶走去因兜听伊的课，听伊讲台湾史，啊讲伊坐落的故事，啊即款人继续不断地接受学生囡仔，绝对危险的啊，所以一定爱监视啊。川伯啊，阮即马伫倒位？即摆伫景美，为什么今仔日来景美？因为我结婚了就住伫景美住10几年，哦，所以这对我讲是充满回忆的所在。哦，你讲迄边是邮局，邮局，还有这隔壁就是警察局，啊，这两个是对我最关怀的单位。所以今仔日你来带我去看。看。好啊，咱来去。首先讲邮局，就是检查我的信件。你讲检查你的信件是会拍开吗？会，伊嘛会互你看着讲我甲你拍开啊，甚至伊搁甲你订一个订书针，互你讲讲，我们检查过了。啊，你寄会批咧？同款啊，寄出去的批嘛会甲你通知，因为寄出去是就是到总局还有一关的。你要寄外国，就去买外国。到伊个邮政总局，还佫有一关人会甲你检查。所以无论你在倒位，你拢行拢同款。你感觉就无好的呢。啊，佫有一种你可能佫较毋知就是，咱以前的电话吼是盘式，你若要拍去外国吼，最好先打到那个电信总局去甲报备讲，我即摆我这个是第几号哈，然后我要打到美国或者日本，阿姨再帮你接，你才可以打出去。接线生物。对。哦。啊，所以你卡出去，因拢知影。拢知影。所以这边就是以前我住的地方。较早你住的所在。住的所在。是伫当前吼。啊。哦。1979。1979。我1949 1月份结婚。哦。就搬来家。哦。搬来家的，就开始你就感觉到说，开始有人在监控啊。是安怎感觉有人在监视？不时有奇奇怪怪的人在出入。你讲啥物奇怪的人吗？啊，拢奇怪，又不是邻居的。不是厝边的人。不是厝边的人，伊嘛唔惊你知影。因为拄则你讲，其实因有买厝，买在隔壁。买厝买伫迄边呀。买在这边。但是，迄当阵你唔知影。我当然唔知影。迄是啥物时阵你知影的？最近迄个去出转会看看的迄个档案，内底才写。拄则开讲的时阵，你嘛有讲，即个巷仔口有一个计程车。计程车。啊，怎样是有计程车？伊就无代志就拢停去啊！因为计程车应该是走来走去的嘛。对啊。就来停在迄个巷仔口。为啥物在休困吗？还有监视。听讲迄当阵啊，有人要甲你洗厝。伊到隔迄个邻居的欧巴桑来甲讲啊，迄个啊恁兜阁有房间吼，啊你是毋是说我的朋友还是安怎？咱就讲一寡足奇奇怪怪的理由。但是迄个人毋是伊的朋友，迄个人是。本来我我就一口拒绝伊的。就是其实迄个人应该是。要来监视。你有感觉？太明显了。听讲你的厝边讲有你大就安全的。为什么？因为变做没有人干扰，但是讲因要搁甲complain讲吼，啊就阮煞袂使跋筊，
因为逐礼还是逐礼拜就来的时，警察来的时吼，所以搁一个吼，更加严重是袂使买票。本来国民党拢伫阮迄栋吼，师傅拢迄落贿选嘛吼，结果我搬去了吼，无人敢去买票，所以因来讲，你去搬走好了。但是传白就是迄当阵伫学校社团教册的时阵，你敢有感觉学校嘛有人在监视？哎，拢叫学生就好了。哦，叫学生。其实恁都知影。知影。嘛免去怀疑什么人，都有可能。为什么唔免去怀疑是啥物人？因为你若去怀疑啊，你就免做这个代志。因为我咧讲物件太敏感。所以讲历史啊，历史就会牵涉到时事嘛，就足侪学生要听我讲。我的促转会嘛。促转会就是找他去看他的档案。杨碧川去看档案之后，他知影讲有一个叫别啊，迄阵伫做民进党的立委，迄个杨碧川讲出来，那个就是到后来他无个算呢，他都没有讲过说他的伊的报告是炮上什么人安怎迄类他打过的报告有什么但是。做明显的是杨碧川，就是伊伫打小报告的人，这点还佫无人较大尾，其他的政治员还佫无人较大尾。伊杨碧川就是出国了后，就是干那唯一的目标甲兴趣就是接触年轻学生，不断的讲他的故事，讲他坐牢的故事，跟讲台独。跟讲那个台湾历史，再讲台湾史，这点要哪有可能迄落的？绝对是要打报告上去。他接触什么学生？这条就是标准的，就是小朋友我咧行，伊就伫这个，有时候这边，有时候这边，伊就开伊的迄个小脚踏车，绕来绕去。就是边啊，谁来谁去。伫我的边啊，谁去？还是伊是介意你啊？是？无啦。哦。一看就是奉命。我刚讲，人家亲子单位做安尼，实在是令人，互人感觉真寒心连囡仔你就要特别叫人来甲监视，这有什么意义？敢会感觉无爽快啊？就神。袂爽快是当然会啦，但是麻痹的。嘛无法度嘛。无法度啊。无法度。你也袂使甲赶走啊。所以安尼监视你，其实是足久长的时间的。1978、79到2000年，到20年，20通年。20通年。这互你感觉？当然是足袂爽快的不过，既然行这条路，就要承担这种压力嘛。若无过，你就跳起来。代志就是安尼发生，你嘛袂当去主动。但是，希望咱后一代的人咧拍拼，免受这款艰苦。这是安尼，阮的付出才有价值。无讲你唔知，就算伫咧这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嘛曾经满是当局监视杨撇川的耳目。无用器材又不中心，
几啊双目睭偷偷啊甲你，见摆就咧偷看传媒批里又搁写啥物大逆不道的内容。邮局的边仔拄好是警察局，来人不是来看因兜水表敢有好势，那是正严共款。警职人员为了方便监视，规气伫传媒因兜隔壁买一间厝，通好随时敦亲无人。料想未到，连楼骹柑仔店总是笑嗨嗨头家娘，嘛是监视产业链的七分子。这座无形的白色恐怖家牢，总算伫20世纪末期放弃。不过，成为上界了解失去自由有恐怖的政治战犯，正极的传播，以抗争战斗的人生也搁在进行当中。你感觉上要紧的是，你希望甲因讲的代志是啥？我希望用我的这世人做的代志吼，敢若迄个不搞咧讲现身说法，安尼上紧，安尼上有说服力就是，我用我的故事去讲，所以有足多人讲，陈平你咧讲是无，真正实在的台湾史。你个人就是一部台湾历史的发展，是啊，就是一部台湾历史的发展。咱人活伫迄一个吼，有人讲叫做不幸的时代，不幸的时代。咱是活伫一个无公无义的时代，不公不义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不公不义的时代，不止不幸而已，而是不公不义。所以。咱来吼，把迄个公义吼显彰出来，彰显出来。但是这个对别人来讲，牺牲太大了。就像我问我的亲戚讲，我有做唔对代志，讲无啊。啊，毋过大哥，别人就无去牺牲，为什么你爱去牺牲？我讲你讲的对啊，你讲的对啊。厝内人一定是。厝内人讲啊，为什么你爱去牺牲？啊，别人哪免？我妈妈嘛是安尼问。对啊，你有得到啥物？我讲是，若讲我有时代伟大，就是伫遮。甲别人无共款，所以就是伫遮。毋是讲我无做，别人就袂去做事；我去做，别人嘛袂去做。因为我怎做的，足多人哪有可能嘛？啊，毋过哪有一个郑南榕，哪有一个梁美川，对，足简单的嘛，哪无第二个？为啥我歹讲我是政治受难者？这名有足悲哀的讲法嘛。我是正犯，我锁定目标就是要蒋介石父子决战剑书。建筑关在集中营，我认为迄足正常诶，因甲按怎修理，我认为拢足正常啊。你讲你的战争是毋过去？我的战争还继续，到即摆国民党，我公开讲我要跟你交战啊！所以因为安尼，所以我袂去领一条所谓补偿金嘛。你阿不了，你侮辱我嘛？你补偿就是侮辱我。所以我会觉得说，蒋介石死掉，你的战争就结束了。然后哪有这件事？才开始哦。不是才开始，一直在战，一直在战。所以每当有9分坚固的事，不能有1分钟的松懈，随时拢爱足紧绷的去提防。三倍啊！你看三倍的相片。哦，挂在头上的谁啊？眼角白。对，烟鬼哦，是嘛白。
川贝用你的一生吼来追求的，其实就是你的思想的这个自由，啊，思想不会去互束缚的一个咱讲最终极的一个自由吼。啊，这都要付出代价。这敢若存在主义讲的，沙特因讲的，当你要追求自由，嘛要付出去，要这个自由要安怎去甲维护？对呀。今日就感谢川贝来到咱的这个现场，甲咱分享。对我来讲，其实是小值得敬佩。你讲啊，就简单，就轻松，但是我感觉就困难要去达到这个束缚的这个自由的心灵，也佮有这个理想、理念型，要安怎吼透过你每日的生活来去实践，迄是对我来讲，就互我敬佩。我会继续努力。我嘛会继续对着你的脚步继续拍拼。今日真感谢川贝来到咱的现场，感谢。王小薇，插画设计师，用台湾本土元素做题材，应用伫咧侪一种的美术设计。代表作品有用转型正义为题材所创作的《定魂》系列。一个作品内底有遮尔侪历史的元素，然后要甲这个事件一个讲，这是我上大的challenge安尼。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到咱台湾的这个足少年，也是即马真受到欢迎的这个设计师王小薇小姐来到咱的现场哦，要甲咱介绍，就是这几年啊，你有一个咱讲创作的专题吼，叫做这个定魂，这是甲这个就是陈阳用基金会做合作，伊有一个计划叫做自由文理啊，这个计划内底其实是你用这个咱台湾哦，特别是这个陈阳用，还是讲这个白色恐怖礼拜。等等的这个元素，你来做创作，当然嘛有真侪人会讲，你要做这个主题，敢毋是要分裂咱台湾的这个族群，还是讲分裂咱社会记忆？啊，你要安怎回应这种讲法？迄个时阵，我感觉厝里的代志，就想讲，我敢若画一个图，敢有办法分裂社会，或者分裂大家的感情。啊，毋过搁较趣味的是，我在想讲，为什么我想要安尼画？然后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太阳花学运这个运动，然后我开始想要画一些台湾的故事。迄个时阵很兴趣，就发现我对台湾的历史不是那么熟。所以我就开4年的时间啊，豆豆啊，家己学习，就发现 Google 上面很多专有名词，譬如讲林宅血案，或是陈安流铸魂啊这些故事，我想讲，奇怪，这个代志我进前都无感觉。然后后来开始看到了后，发现伊是一个宇宙大爆炸的状态。所以我就咧开4年的时间，甲我感觉很多疑惑的所在，一个一个列出来。然后列出8张图了后，就对人问讲，为什么你要画遮尔叮当，搁袂通趁钱的图？然后，搁有就一个新的朋友来看展览的时阵是讲，我等一下搁要去接伊嘛，你莫互我心情遮尔叮当。所以我想讲，我敢若画一个图，搁会当互人心情叮当，这就表示讲这故事对伊的心内有淡薄仔涟漪起来。啊，不过我迄个时阵收到最多的尴尬的点就是大家都在画疗愈的物件，为什么你不画一点让人家感觉舒服的物件？我说我嘛是咧疗愈啊，他们跟我疗愈的对象是已经往生的人啊。这你会感觉讲吼，就是因为你拄仔所讲到，你讲你是受到这个太阳花运动一寡启示，所以你知影讲，其实这个历史的记忆对你来讲，可能是你的这个世代的关键的历史的事件。你敢唔感觉讲，咱过来较少年辈，因为历史的记忆是真重要的。然后淡薄仔尴尬的点就是我算中年人，啊，有时阵甲搁较细汉的朋友咧开讲，比如讲20出头的，因对自己目镜真正无啥物感觉，啊，毋过因知影迄是一个严重的代志，所以我咧想讲，
有时阵我想要讲的，毋是讲即件代志偌过分、偌叮当，我想要甲伊讲，你若毋知影过去的代志，过去的代志，佫会倒来找你。有影，我感觉即个讲故事的方法吼，有足深的即个关怀、社会关怀伫咧内底。但是你用的即个足哈的吼，咱讲足水的一种角度来去描写即个咱感觉真叮当的即个主题，迄是一种真新的一个。创作的风格，吼嘛是一种，互咱一种最新的一种美学的体会。我感觉上重要的是透过这种真水的一种艺术品，其实咱会当，互因为你的关系，传领着所有的咱去用这个物件，还是讲看这个等等的人吼，大家人更重心去看待这段真重要的台湾民主运动内底真重要一段历史。真感谢你今仔日来到现场，甲咱大家做分享，嘛望哦，伫咧订婚以后吼，阁有新的一个迄个作品吼，咱大家做期待的。好，感谢。长春主题戴顶尧是真有正义感的人，所以因为参加美丽岛事件游行，互人陷害去坐监。拘禁期间，政治人员甲伊刑甲足惨的，连食食嘛敢若盐水通好配白饭。